祝大家平安健康。我相信啊，这个人類世界的行道，講到心中的小理，熱天每日認識當過。係講要當過嚟講，見下我要嘅見節祝福大家。所以呢個詩篇55第5節及第6節按樣講到，當我嘅心中的小理反將呢個恐怖為滅我苦難嘅嚟砸我嘅身法。我變到驚，變到準，我嘅心中似到安恐怖包圍落我。呢度太會嘅經驗，當佢似到心中的小路驚似到準，似到冇辦法。詩篇55第17節按樣嘅講是家啲，但係我寫上帝，我求上帝，上帝叫我。兄弟姐妹們。係講要驚要笑要分離要轉個肚，似又冇辦法喎行。你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你求上帝，禱告嘅上帝，上帝嘅一同在，佢救世家，因為到佢寫世家，殺世家用謙卑嘅心嚟相信佢，求一嘅恩典，熱天上帝發出一奇妙手中嚟幫助世家。詩篇55、23節按樣9、8節家，交出一個小理。本上帝，所以佢照顧世家，係咪人要小理交出本上帝？佢為照顧世家，佢為看顧世家。所以佢接下嚟講，唔係遠久，是間義人，佢冇財世家。意思係佢間義人，是間相信主嘅人，佢唔係講遠久病嘅世家，佢唔係講遠久看世家嘅交通，佢冇本自己信心交通，又冇本自己心中交通。殺世家嘅心嚟相信佢，交出世家熱切嘅煩惱，熱切嘅困難，嚟求一嘅恩典，交出本上帝，佢能夠嘅同在，佢能夠開路嘅世家，提前一個心中嘅本意強，一個心中嘅本意平安，一個心中嘅本意甜嘅心嚟對付熱切，因為到佢隔你同在，大世界係得勝嘅路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